趕時間啊？邊位啊你？有先。錢幾時都有得揾啊，但時間呢？知你後生大把世界，不過又有冇本錢？加 FC 再快，你都追唔翻時間。有錢，時間都會追住我。唔識行，有100萬，咪有8萬次機會咯。錢係身外物，錢係防身物。哼，死局嚟啊！點解一定要2揀1？時間、金錢一步見得。AI 世代流動資金 X Wallet，中國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